什麼是自我關懷？自我關懷包含3個元素。第一個元素是對自己仁慈，無需過分自我批判或審判。生活中受傷時，多照顧和安撫自己的感受，即使簡單，如難過時擁抱自己一下，也足以平復情緒或減少一些受壓的反應。留意一下自己有沒有常常自我批評，調整過分嚴苛的標準，便是自我關懷的一種表現。學習對自己仁慈一點，友善一點，發掘並欣賞自己的長處和內在美好的特質。善待自己的人會發出溫柔、自信、堅毅的光芒，讓世界都看見。自我關懷的第2個元素是承認人類的共同性，即是要明白我們人生的經歷跟其他人有很多相似的地方，有着同樣的問題、弱點和痛苦，因此我們不需要再感到孤單，也能與群體有更強的歸屬感。這樣可以讓我們減少與其他人比較，從而建立更健康的自我概念。自我關懷的第3個元素是靜觀。靜觀是指以接納、不加批判的態度去專注，觀察當下一刻的體驗，讓我們不壓抑也不誇大地留意自己的煩惱和痛苦。例如我們會更能留意自己吃醋時連帶產生的其他情緒，並在做出魯莽的行為之前，好好地觀察這些情緒。